求你救恩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运行。主啊，我们软弱的心也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，愿我们的软弱在你的里面成为刚强。主啊，求你建立新的信心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。主，特别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来遇见你，让我们在敬拜当中跟神你更深的连结。我们献上馨香之气来到你的面前，愿神喜悦，愿神悦纳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，也将还在路上的所有弟兄姊妹献上祷告，愿你保守看顾他们每一个人的脚步，平安来到我们的教会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主求你就在当中彰显你的荣耀，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在耶稣的脚前，我们用谦卑的心来到耶稣的脚前，谦卑的来敬拜他。耶稣的脚前，谦卑举起敬拜，瞻仰主的容颜，在耶稣的脚前，安静留心聆听，等候主的指引，在耶稣的脚前。罪来认罪，我们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是的，我们每一天或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不知道的罪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主自己来彰显，让我们心里知道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软弱。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寻求你，主啊，求你的平安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个体，我们更多的需要你。求你自己在我们心里面来彰显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哪里需要被修正，我们哪里得罪了你，或是得罪的人。愿神你的慈爱亲自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帮助我们，阿们。在耶稣的脚前放下我们的重担，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交托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是的，主的慈爱比任何生命都美好，因为我们要常常赞美我们的神，即使在困境当中依然赞美我们的神。来，我们邀请弟兄姊妹用这一段诗篇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来感谢我们的神。是的，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慈爱的神，我们依靠你，我们的生命得丰盛。因为主啊，我们常常赞美你，在我们当中，你是配得赞美的神，你是荣耀的神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赞美你的名，何其的美！是的，主，赞美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奇妙作为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保护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感谢你，阿们。
63篇4到6节，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我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其实有时候困难会比快乐多，有时候病痛或是所有的难题会常常围绕着我们，但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？感谢神，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神，在我们祷告当中，他就来帮助我们；我们寻求当中，他就来医治我们。因为我们接下来有几段的祷告，我们看下面的祷告，我们来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，特别为着你的身心灵平安，为了你的信仰，为着你的健康，为着你的家庭、你的配偶、你的孩子、父母。经济各个层面，还为自己的工作来祷告，求神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，我们呼求你的名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帮助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我们的身心灵要因为你得到平安。主啊，是的，求你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，来追随你，跟随你的脚步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健康来服侍你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健康在我们工作当中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，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，都来认识你的家庭。我们的家庭成员的宣告都要快跑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献上祷告。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工作，帮助我们在职场上荣耀你的名，让我们有够用的恩典，在每一个职场上能够发挥所长，发挥神你所赐的恩赐在我们当中，来荣耀主你的名。谢谢主，是垂听祷告的主，感谢赞美，是奉你的名求，阿们。困境中，他们需要被祷告。我们基督徒不祷告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所以基督徒要为别人祷告，更多的为别人。在哀伤中的家庭，还有我们没有提名到的哀伤家，哀伤的人同为疾病完全的放下所有的重担，医治的神，你是帮助每一个人的神，中的是在各种治疗当中的神，你的医治就完全的来临到他们。求你用你的羽翼，用你的手来扶持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坚定的走这样在疾病当中的道路。谢谢主，也特别为着哀伤当中的弟兄姊妹的家庭献上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怜悯恩待人的主，求你怜悯恩待他们，使他们能够有勇气来面对未来的道路。是的，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收纳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，让这些祷告成为这些弟兄姊妹、这些家庭的帮助。谢谢主，与我们同在，感谢祷告是奉你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接着我们来为着我们教会来祷告，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教会祷告，我们为我们3个牧者祷告。有时候我们看到牧者好像他们很坚强，其实不是，其实牧师也要我们来为他们祷告，成为他们背后的力量。我们常常看牧师，他们可能我们一个人就要收不少的赖，对不对？那牧师要收多少赖？非常多，多到数不完的赖。所以有时候牧师如果晚接你的赖，不要生气，因为他们3个要承担的工作真的很多，所以为我们3个牧者来祷告，特别为我们教会的团队长职、牧区、区长、小组长，特别要为我们的区长们、为我们的小组长们、为我们的首长们来祷告。他们都是神的仆人，神的仆人虽然有神来的能力，但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祷告。我们要为我们的区长们、为我们的组长们、为我们的这些首长们来祷告，也为我们的主日学青少年牧区的事工，还有为上个礼拜有20几个弟兄姊妹受洗，还有幼小的孩子，他们已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。求主帮助他们一生都是跟随主的脚步，特别为了教会近期
下个礼拜还有最近都有很多的圣诞节活动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工作就是祷告，我们一起开口。主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我们将我们3位牧者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的牧者需要你。主啊，你更多的恩膏在他们当中，特别赐给他们灵魂兴盛、凡事兴盛。主啊，帮助他们在所传讲的、带领的这样子的教会的脚步上面有更清楚的印象。主，也帮助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团队、所有的长子同工，我们一起在当中所服侍的我们的区长们、我们的小组长们。主啊，你也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，能够够用的恩典、亲神的恩膏来服侍你。主，为我们教会的各样的事工、青少年的事工，还有我们为着我们上周受洗的所有弟兄姊妹们，主啊，就是坚固他们的心，让他们一生都跟随你的脚步，不偏离，在你的光中行在你的光中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。是的，主啊，真的是求你更多的拣选在我们的当中，使更多人来认识你。主啊，我们为着教会近期圣诞节的活动，我们线上祷告，求主来帮助，使我们的弟兄姊妹同心合一，特别这些负责的首长们，他们在计划所有的这样的事工的时候，就真的是为主来传福音，来宣扬主你圣诞的这样的奇妙恩典。是的，赞美你，谢谢你。我们祷告感谢，是奉你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接下来我们为着今天2堂的服事来祷告。我们坐在这里，不会太冷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人在外面，交通指挥天气不稳，比较寒冷，我们为着他们祷告。每一个服事的同工，真的是我们线上感谢，有他们真好。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，更重要的，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来投入各样的服事当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为这个2堂的服事线上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呼召这么多的同工来服事你的教会，服事你，服事人。主啊，主啊，是的，求你自己来保守他们，保护他们，使他们在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合一谦卑的灵在当中，让他们所接触的人、所接待的每一个人，就在当中来认识神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，愿意投入在这个服事的道路上，让我们的教祷告。我们为着瑞平牧师今天2堂的信息祷告，就圣灵来引导他，就让他在这个年轻的生命里面更多的来遇见神，更多的恩膏赏赐给他，所他口里所说的都来造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也赐给他谦卑渴望的心，来帮助我们的谦卑渴慕的心，来追随主的脚步，来服侍教会。特别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有谦卑渴慕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，在每一次的聆听当中，我们的生命都被造就、被改变。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牧者还有崇拜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我们将瑞平牧师今天的信息这样的分享交托在你的手中，他是你的仆人，主啊，求你亲自眷顾你的仆人，让你的仆人在分享的信息当中，你的圣灵就与他同在，在他的心里在他全心全人，让他被你使用。主啊，求你与他同在，让他口里所说的真是造就我们。主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真的是敞开心来认识神你的话语，认识神你是如此的宝贵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将我们的祷告摆在你的面前。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赞美你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请站起来，一起来敬拜。在耶稣的脚前，谦卑屈膝敬拜，瞻仰主的容颜。在耶稣的脚前，安静留心聆听，等候主的旨
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也要热情的来敬拜神？是的话，求你大声的来赞美神，用举手，用拍手来。智慧能力，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。耶稣，尊宾同光万有，配得荣耀尊贵颂赞。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，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。举起你的心，举起我手来敬拜神，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拜你。耶稣，圣洁公义，彰显神的智慧能力。你的耶稣，万有荣耀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拜你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拜你，尽情地敬拜你，尽情地敬拜你。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他能赦罪行善迹。耶稣无人与你相比，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他能赦罪行善迹。耶稣无人与你相比，你是配得，配得，配得颂颂和赞美。你是配得，配得，万物敬拜你。你是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荣光在全地。你是圣洁，圣洁，以圣洁装饰敬拜你。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。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。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
你是配的赞美，你是配的万物敬拜你，你是圣洁圣洁圣洁荣光爱你，神在神在全地长，昔在今在以后永在，神在神在全永远在宝座上。圣哉圣哉，全地都唱